唱啥？你卡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约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约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约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兄弟午安，我今天好想睡觉哦。我今天在重训的时候啊。一度真的要睡着了我不知道，我昨天其实也大概我觉得大概其实10点就可以躺在床上了，对，可是就翻来覆去就睡不太着吧，对，然后就想一些事情，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怎么讲，你要说最近比较忙啊，该忙的其实基本上比较高度忙碌的东西，大概在上个礼拜吧，因为上个礼拜以前我们都要先把周边的一些东西做确认嘛，就是我们5月25号要公开的，就是不管是新衣装啊，还是我们的这个算是新衣装的生日季的 DN 啊，巴拉巴拉的有的没的，对，其实上个礼拜大概都已经算是最后的 final 了吗？等一下，我现在脑袋有点转不过来而且 B 卷有点大声哦，你们等我一下。整个被 B 卷盖住。反正其实昨天大概10点多，其实就已经还蛮累了，可是就到11点我还是没睡去然后早上起来我想说完蛋了，因为我今天早上有安排重训课，对，然后早上过去重训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教练讲说，教练不行，我觉得我快睡着了，怎么办？他说好哦，然后他就安排那种就是
直接躺在那个地上伸展的，然后伸展到一半，我真的觉得我速度要睡着了。但是教练还是有帮我安排，就是即使是躺在地上，但是也没有办法安详睡着的一些姿势哦。就是可能必须，即使你就是很废的，跟咸鱼一样躺在地上，好有瑜伽垫很舒服做伸展，对，但是依旧你要把你全身的肌肉以及你的那个什么，像我过度忙碌，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的话，我就会有一些就是严重胸闷、吸不到气的状况，也是长期靠重训有很大很大的改善嘛。然后，所以就是这部分的扩修的部分，就是教练他都会特别帮我注意。所以即使我躺在地上，我也必须要好好的伸展我的全身。然后把我的胸吧，就是那个怎么讲，胸椎或者是那个胸部部分，就是好用呼吸把它扩张，对，就是不要缩起来就对了啦。对，就即使躺下也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做咸鱼，你知道吗？哦，对，这几天高雄真的就大，有够大的啊！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又来到东部的东海岸？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阿令，我们的天生歌姬的歌来好好唱一轮啊！毕竟是我们烈酒女团的其中一位成员，对，也是非常非常跟他的歌跟他的个性完全之反差。感觉是时不时就唱一下，我可能旁边又要准备一个小米饮料这样。它不是酒，它是饮料。对于就是我们烈酒女团而言，对，所以我又来到了就是我们烈酒女团成员第2位，我们的阿令非常厉害的，就是歌姬啊，对，也是他的故乡东海岸，来开唱我们今天的阿令歌会。然后先一一打招呼，首先是他哇伊拉塞，8月1号先生伊拉塞是歌咋？我今天有没有想说是歌回啦？对，我今天这么想睡觉，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办法聊天，然后会不会反而就是好好聊天才不会想睡觉嘞？Look 午安，然后店先生伊拉塞，小兰月神，然后高志老师，然后宇轩，然后水母先生想睡觉，也谢谢水母先生，昨天又续了猪猪的高级会员了，谢谢你吧，追山大哥伊拉塞，然后 Minyu 谢谢12个月的住在专员，好热的，真的是好热。大高雄工业国，我还以为昨天开始就要变天了，就怎么今天又变这么热，救命！然后夜夜伊拉塞，只是可以什么点蓝的水啦，没有错啦，就是颜色浊浊的、甜甜的，可以点蓝的水啦，它哇，很闷又没风嘛。高雄这边的话，中午的话是没话讲了，毕竟那个大太阳，即使你有风，你还是一样会被风干，太热，超级热。好，然后就像昨天大概跟大家聊到的，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依旧在进行中哦。例如您各位就是绝不凡的150块汇集以上的大家，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记得一定要去填单哦。对，就是所谓填单是填我们文化部爸爸的这个表单的部分，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都有，下方资讯栏都有。然后这个月的明信片一定叫做跟配明信。是叶吗？他刚刚的那个音效好特别哦。谢谢，吓我一跳。赞助的音效是那样子吗？叶，还是说那个就是 Super Chat 的赞助的音效？好神奇哦！我知道啦，今天你们必须要靠那个赞助音效把我打醒啊！你们今天必须多赞助一些，我这样才不会睡着啊！好，所以那是 Super Chat 的赞助的音效吗？好可爱哦！而且突然觉得这个音效其实令人挺怀念的，因为一直以来很像，中间为什么我很像一度没有听到类似的音效过？还是说我之后很像都没有把这些音效开出来嘛？这些音效。哇，好怀念哦！因为就是初配信之后，就是我们收益化之后蛮常听到的，但之后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听到的。YT 的贴图我原来是 YT 贴图啦，谢谢，也欢迎大家就是用就是主播最喜欢的方式彩绘聊天室哦，帮你们的推或者是你们的主播用健康的精油打打气哦，或者是用奇怪的音效打醒他哦，或者是帮猪猪打气，猪猪加油！我们是下方有这个算是赞助条之类的，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玩哦。大鹅小鹅都是好鹅，猪猪很想睡觉，真的，我今天好想睡，我今天重训到真的快睡着了。对，然后他都要讲到倒位啊，就是
这个月咱文化部爸爸赞助的礼物就是咱的光批吼，真正就水的，是咱骰子老师替咱画哦吼，注释牛牛吼，因为这个月是注释牛牛的生日吼，这个月的5月4号的国历啦，然后就是我们祝生娘娘的生日，所以就是吴昕老师也才特别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请骰子老师绘制，然后就变成了我们5月份要送给大家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光批吼，这是我们的这个明信片的部分吼，那也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去填单吼，我们这个明信片才会送到府上。然后至于我的高阶会员的话，现在就是全部都交由猪猪出货了吼。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伊藤生生就会变成说每个月就是会结最后需要送到猪猪家里的数量才会再寄给我的这个状况，我可能会在下个月会连同高阶福利的这个包裹一起寄进去，一起进去包裹，然后大家就是领包裹的时候就会收到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嘿，这是光批哦，感谢各位，谢谢你们，我好想睡觉。然后小欧基地拉下来，欢迎大家到底开别的。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周末，美好的周末，然后非常想睡觉的主题卡，小喵喵一来下，欢迎来到猪猪频道。而且这个月啊，就是猪猪的生日月嘛，我跟你们说，我大概没有意外的话啦，因为这一次的生日。算是生日的这个的算是什么生日周，脑袋不灵光，好想睡觉。生日周啊，我们就是安排在5月25号，我们就会先开启新衣装的这个公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次非常下趴的这个算是周边套组算是做一个公开，所以我们5月25号就会提早庆祝生日了嘛。那猪猪的生日基本上5月30号，因为就是又碰到礼拜六，所以我才想说不如就是我们5月25号我们就先行公开新衣装，然后25号开始我们那一周就用我们的新衣装开开心心的跟大家庆生，相爱相杀一下。毕竟我们今年的新衣装涵盖着我的金夏蛋糕还有你各位寄来的礼物的开销，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新衣装预测，我要看一下大家画成了什么样的模样之类的，对，这些东西我都会安排在就是我们的生日周进行所以啊，通常我的高阶会员回馈都会是在可能当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进行，但是我在想说，因为金夏蛋糕必须要在可能5月25号以前先把它完成，不然担心会没时间或者耽误到配信。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大概下个礼拜我就会开始快点先制作我的金夏蛋糕，先动起来。以及你各位尊爵不凡，我们的高阶会员这次有这是那个应该叫做什么情趣烙印杯子蛋糕嘛，很棒很棒，谢谢牛妈给我的点子，情趣烙印杯子蛋糕，谢谢夏伟。情趣烙印杯子蛋糕没有错，这个是我们的和平版。至于 GAS 版的部分，我们5000老师现在正在伤脑筋GAS 版的部分，对，就是5000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慈悲之人啊，他想玩死各位，可是也玩不下去，所以昨天直接跑到 DC 去询问你各位大德。但是如果他还是真的没想法的话啦，就朱迪卡这边自己帮你们解决啊，反正加辣椒你们也不怕了，你们到底还怕什么？你们到底还有什么怕的？根本没什么怕的，不是吗？是不是？然后球球伊拉下，所以表单的部分我在想，这个礼拜应该就快点先制作出来，然后快点先发给各位高阶，大概是这样子。对，好想睡觉，不行，我觉得我现在唱歌好了，天哪，超级想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礼拜太紧张有没有，然后之前有跟你们提到，就是我像上个礼拜的4还是5不是有胀气不舒服嘛，其实我就是在紧张，我就是在紧张名单的事情啊，我真的是紧张到整个肚子状况很不好，对，就是单纯真的很紧张，就入围名单的东西，对。但是还好，就是该紧张都紧张完了，然后神明也提早指引我，就是结果了，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昨天跟他们聊一聊，其实心情也真的是放松很多。然后当然就跟大宝老师，当然也是有聊了很多很多，然后也是彼此打打气嘛。然后我是觉得哇，这些东西团队彼此拍拍，真的是会有很强大的力量形成，然后会想要在就白目，你知道吗？就是
就冲得头破血流，不够，还要继续，下次还敢那种感觉。好啦，加都加，那个芋头加凤梨很可怕。但在葡萄干面前，我真的觉得芋头跟凤梨好像也不算什么了，你们知道吗？不要。加葡萄干是你们陪我一起吃哦，我顶多试吃一口我就寄出去哦，这不是我的锅哦。加葡萄干没有不行啊，只要武谦老师当家，他决定好就好啊。加葡萄干，顶多我试吃一口啊，没问题啊，我就寄出去了。塞三色豆喂，像没有不行的。我问一下武谦老师要不要塞三色豆？好，等一下如果武谦老师有出现的话，或者晚一点我再跟他说啊，那个三色豆好像不错，要不要加一下？而且还故意放在杯子蛋糕的最上面。可是最上面你要烤的时候，就你把三色豆放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又沉下去，反正大家没看到，可能要切开才会看到。怎么这么可怕的东西？这样，新车一拉塞，好哦，三色豆，好像没有不行哎，反正我的生日之后都要吃可怕的惊吓蛋糕了。对，我还有什么不怕的吗？我还有什么不怕的吗？OK， 最上面点缀的话，反而很像不太方便。为什么？因为蛋糕烤起来之后它就没粘性啦，然后再加上我蛋糕上面就是不会挤鲜奶油。如果挤鲜奶油的话，其实基本上会有粘性。可是我不挤，是因为我想要把那个猪猪的那个什么情趣 logo 烙印上去，所以上面如果又有三色豆的话，好像又被遮到之类的。思思一拉塞，就我的建议很善良，就谢谢你哦，谢谢你，对，如此善良，好不好？对，我们就看我们这个月武谦老师是不是也是善良之人哦，还是塞在里面好了。我在想说，如果真的也是塞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原料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希望，不管是盖子版还是和平版，我都可以把可爱的猪猪烙印上去啦。对，然后至于就是在这个可爱猪猪的这个烙印之下，看似非常的可爱，非常和平，殊不知有一些人收到的是切开也是黑的。至于黑的什么，我就不好说了，我也不知道。好啦，大概是这样。好，大概是这样。所以就下个礼拜我就快点先安排就高阶会员回馈的制作。然后而且在推算啦，我在想说我的生日周应该会迎来姨妈，应该会在生日周出现，所以可能会有1-2天是我很软烂的，就是我的新衣装对，欢迎大家，谢谢。对，我今天姨妈一起来就是迎接我的新衣装，对，我今天很没有力气，对，姨妈也来了，所以请见谅之类的，这样。切开是不是黑的我不好说啦，搞不好就是我今天老师毛起来加皮蛋，你知道吗？半颗皮蛋丢下去，比我还狠，你知道？没有不行哦，没有不行哦。对啊，我就看武谦老师想怎么玩齁。好，我们快现在唱歌。对，我们先把好，等一下，我先把我的 echo 开起来。而且一转眼，你看，我们这个3.0呢，很像我们3.0是什么时候让大家看到的？2023吗？也就是说，我们3.0跟大家陪伴了大家3年，是不是？你这种很惨，为什么？小喵喵，怎么了吗？为什么会惨？发生什么事情了？对，我们的3.0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从2023开始亮相吗？所以我们整整陪伴了大家3年的时间，我们要在今年的生日季切换到4.0了耶！哇，皮蛋加葡萄干可以不要吗？感冒气喘跟好，身体好好保重，大家身体健康优先。好不好？我现在都不敢讲说我多久，我现在都不敢算我多久没感冒了。一旦算下去，感觉我就要感冒了，所以先不要算。总觉得变成肌肉笨蛋没有什么不好啦，免疫系统是不是真的变得比较好？对，但是我先不要这样讲，因为总觉得一旦讲了，然后可能又要破功了。不要讲，呸，不要讲，等，不要讲。身体健康最重要啦。对啊，人生会有一些目标，然后有一些想要参加的奖项，有一些里程碑，有时达到，有时没达到。对啊，我觉得就是会随着这些目标情绪起伏，或者是难过、生气、开心嘛，对，那个都很正常。不过说到底就是
即使难过，即使狂欢开心，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哦。大家身体健康都要顾好，长久之计就是身体健康一定要顾好等一下，我要开他瓦的歌单，我怎么开到日历了？好，我们要确认一下。我有没有什么大家的联动啊，什么之类的？有忘记要交影片的哦？好，目前没有。我是乖宝宝，谢谢。快点切过去，他瓦帮猪猪整理的这个歌单。这个歌单是 Taskaru 我称之为 Taskaru 歌单。对，他瓦就是他这个歌单，其实在我心目中有个小名，他就叫 Taskaru。Taskaru 歌单，有这个歌单就是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一目了然有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对，非常万分感谢他瓦 Taskaru 歌单。对，皮蛋香菜奶香馅的蛋糕好像不错。其实我们上次皮蛋的蛋糕大家也都吃过了嘛。对，结果就是超级爆干好吃啊！所以现在加皮蛋什么的，我反而会觉得非常的期待。对，会令人非常的期待，好不好？雨轩嘛，是，我们小喵喵保重。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这个天气就是很闷热，但是说真的，天气变化也说来就来，因为这个梅雨季到底要不要来啊？我南部完全无感到底有没有梅雨季啊？到底台湾梅雨季到底来了没有啊？就是一盼再盼，怎么它还是很像要来不来的哦？来，我们来找阿令区。好，我来找阿令区。哦耶，hello。然后啊，就是最近，应该也不算最近了，就是自从就是我们开始要制作台语专辑开始嘛，然后就是猪猪一直在烦恼说，我自己的台语不够好的状况下，是不是有办法驾驭一张台语专辑？对，不过其实我是觉得很庆幸，这张台语专辑可以有全程，就是我算是有全程跟到，算是从无到有的制作的部分吧。当然，有一些乐师老师啊的接洽是麻烦给大波老师，对，但是我是很庆幸，就是在词的部分啊，基本上每一首歌就是精雕细琢的去训练自己的发音，然后跟不管是尹春兰老师还是吴欣老师这边，就是算是讨论说我应该要怎么去发音，怎么去唱，会更加的好吗？也不是好，就是所谓好跟不好，是这个很主观。对，那其实那时候也在纠结说正确的发音，以及这个所谓的音乐性，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拉扯，才有办法制作出大家比较有办法朗朗上口的这些音乐作品。然后最近开始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对于台语歌的想法出现，对，但是我觉得前提还是把台语的这个能力提升再提升，还有一些比较在地化的一些说法，把它收集再收集。对，那当然比较死板的，我们所谓我称为死板的比较公约数的，就是教育部版本这个东西，那没办法，他们就是为了要就是让一些学者再去做一些专研，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正统的一些系统出现。这些东西我也快点把它学起来之后，然后再让它变得更柔软、更在地、更草根。对，这是我最近有发现的事情。最近就是在思考我要怎么去精进台语能力，然后可能我就先报了就是台语检定嘛。那可能7月底我就要试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考过去 B 卷的部分。然后除此之外，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台语比较柔软、一些比较草根，甚至就是人家所谓就是比较地方方言的东西，我尽可能把它收集回来，甚至去探索一些我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东西，我倒觉得那已经是无关正不正确的东西了，那个就是一个情感，那个就是我想保留的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结合自己台语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也把这些柔软性把它做一个融合，这个是我最近就是在台语的部分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得。就是我现在可能
不再会觉得说自己台语到底好或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语言的东西。你要说真的好或者是不好，其实你要看说用什么角度去切入，对。但是就觉得说现在很像换个角度，我持续去学习它，然后但是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态度去把这些我想要做记录的东西留下来，很像角度又会不一样了。对啊，我今天很想睡觉，就是我觉得我讲这些很感性的东西还蛮适合的，但是我真的快睡着了，我还是先唱歌好了。好了，只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全程制作自己的台语专辑，然后很担心自己唱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突然就是有一个巴金，就是从这个担心转变成说，无需去害怕了，因为音乐是很有包容性的，对，所以就是你不要错得太离谱啦。好，要错得太离谱的话，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之类的。想睡吃葡萄干嘛？对，我现在还有最后一盒，我现在心里觉得它好珍贵哦。我现在只剩最后一盒在我的冷冻库，它显得非常珍贵，太珍贵了。我把那盒吃完我就解脱，但突然觉得它好珍贵啊，突然舍不得把它开起来啊。而且吃葡萄干真的会各种提神好提神的好啦，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啾啾快点就是把高阶会员的蛋糕还有我的惊吓蛋糕快点制作完成出货。好，然后在啾啾的生日季就真的是要4.0跟大家见面了，我自己好期待好紧张。柚子跟晴天也拉下，快点要睡着的朱蒂卡，快点我们烈酒女团，我们阿令。现在想睡觉的这个状况下怎么办？我们来唱什么歌？唱这首好了。我们现在不，再唱四季好了哈。我好像有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我觉得阿令真的好可爱哦。起初就是以前想想学生时代那时候听他的歌，就觉得说哇，天生歌姬耶，好有气质哦，这声音好好听的原住民哦，对，然后殊不知他就是居然是一个这么 free 这么松弛这么可爱的个性，超可爱。OK， 这个伴奏，想。等一下，为什么娘娘跑出来了？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你们先听一下伴奏。等一下，你们先听一下伴奏啦，听一下伴奏。等我一下哦。好，我的歌单来了。OK。不会珍贵吗？那也要我有打开它啊，要不然你们囤积，以为我不会囤积吗？我要用你们的魔法打败你们，用你们魔法打败你们就对了。开关先生也在压死我了，长官也来了，长官气质，我会做这个，对啊，阿令我一直想说他是很气质的，然后结果超放飞，长官一拉下来。好了，我们唱一下阿令很气质的歌，好不好？对，那么阿令很气质，真的。好了，我知道他很放飞啦，就是知道他那个跨年那一晚，对我认识了，我认识了真正的他。对，他就如同东海岸一样，就是我后方的东海岸一样奔放，好不好？莫西，为什么莫西要出现？莫西，我谢谢你哦，莫西，谢谢这位莫西的出现，对，真的很棒，莫西，谢谢你的出现。好了，我们再来4季一下，我真的要睡着了，还没暖嗓，不过就随性哦。等一下哦。
歌词，快点快点！明明是春天，我却感到绝望。夏天来临了，我还是看不见阳光。秋天的落叶将往事都埋藏，准备好冬天，将你的一切都遗忘。我的爱情已折断了翅膀，无法继续飞翔，在风里飘飘荡荡，等待天亮，好好大哭一场，再让眼泪风干，在微笑中释放。走过四季，是你给我的力量。当我觉得孤单、沮丧、害怕，还依然能坚强。不管四季如此无情的交替，我已不寂寞，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你走了以后，日子是否无恙？是不是有谁代替我陪在你身旁？你住的城市阳光多么灿烂，可曾想起我只一个人面对孤单？我的爱情已折断了翅膀，无法继续飞翔，在风里飘飘荡荡，等待天亮，好好大哭一场，再让眼泪风干，在微笑中释放。走过四季，是你给我的力量。当我觉得孤单、沮丧、害怕，还依然能坚强。不管四季如此无情的交替，我已不寂寞，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如果没有你，现在我会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会不会也寂寞？走过四季，是你给我的力量。当我觉得孤单、沮丧、害怕，还依然能坚强。不管四季如此无情的交替，我已不寂寞。祈祷这世界祝福我们所有一切，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嘿，对，我们天生歌姬歌后，这个放飞自我真的是判若两人不同的人格。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人格一直都是那样子他就是因为唱片公司就把他包装的就是歌姬嘛，对，但是我之前呢看过他就是那个访谈的那个节目，真的很就已经常常很我爱你哦，谢谢，就已经很爱使用原住民的那个我爱你原住民风格的玩笑啦，就很可爱。什么如此无情的脚踢啦！谢谢，我也爱你们。哦，这马上切过来好朋友的祝福是不是？那个
不是好朋友的祝福，那个你不要给我原版的，我违背版权，可以不要这样吗 ？Alex， 不要这样 ，Alex 会寄版权炮给我 ，Alex。我看一下，好，我们找这个，好，我们找这个纯伴奏版的好不好？好。好，你的眼最后戒掉了吗？这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照旧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全都变了。你问我还常常交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有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你问我还常常交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叫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有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好想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眼眶就算苦涩，心也该放下了。好朋友，我祝福你们。你先放手好吗？哦，他刚刚说什么？哎，一大道恭喜啊！手手，这个版本我第一次用哎。你先放手好吗？他说什么？说都来听歌有诅咒，什么最难主？哇靠！王一夫先生，你土味情话真的很会哎！谢谢王一夫先生加入15个月猪仔专员，什么叫做葡萄干啦？我还好，还没有让你们知道我怕的第二样东西是什么，那打死我都不供出来。
离我攻出来的距离还蛮远的吼，目前还有52张精装版要冲刺，大家加油！我看一下哦，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52张吧。欢迎来到我们天生歌姬的阿令的这个歌回。好，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实体专辑，等一下哦，我这个没有，等一下，我这个天哪，我没有把那个实体专辑的那个预购置顶吗？哦天啊，我今天真的很想睡觉，你们等我一下，实体专辑的预购置顶，快点置顶置上去就对了。等我一下，我置一下啊。好，我这个让我置一下，等我一下。好想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眼光就算苦涩就好听耶！谢谢是雨轩吧，感谢你的赞助，就好听的吼。我今晚我今仔日这样就爱困嘞，我努力让自己醒着啦，对，马上就可以睡着呢。好，我应该置顶上去了，不好意思，是置顶还是置底？我可能要看你们那边，但是我下方资讯栏很像是复制错东西了，是不是？我快点给它改一下，等我一下。我改成缩网址好了，不然这个网址有时候觉得很长，有时候很长的状况，它真的，没有办法一下子。等我一下哦，马上好。OK， 好，那下方资讯栏后，或者是我们的置底连结，都应该有更新上去了。你是不是想煮？我刚刚在想说，奇怪，阿丽到底在讲什么？但是还蛮像的。新秀的安哦，平安多探吉吼，那有10把雨伞卖出2把，你现在还有几把吗？我这个还算得出来，我现在还有8把，不是吗？对啊。对啊，我干嘛取消啊？等一下，我干嘛取消置顶啊？天啊！等一下，再一次哦，没睡饱真的是就腰神呢。没睡饱真的是很夭寿哎，然后取消了自己的置顶，我又来了，我又置顶了，我又下去了，我又置顶了，我又下去了，我又置顶了，超烦。好，这样应该没问题了。来，接下来，然后我更新一下左边歌单哦，左边歌单上，好，我们的4季出现了。外服先生，你坏掉了，外服先生。喝呀，什么上下？为什么长官对于上下这么有反应？小环贝你好，好啦，你们不可以趁我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这样乱吊我好吗？父亲节还没到，你们要乖，知道吗？好，来，接下来，好，我们接下来就顺的唱这首吧，顺的唱这首，好，寂寞不痛。谁说寂寞不痛的？寂寞超痛的好吗？可是我其实是一个蛮享受寂寞的猪过度享受寂寞。好，你凭遗忘了带走。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挽手去买的，什么都总
会教的，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绝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只抱抱你就放手，想好好的，其实心瓦解奔波。寂寞不痛，痛在念旧，越小的事越多的感受，时间像笨小偷，把幸福打破，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寂寞不痛，痛在做梦，幻想当你自由腻了以后，会来记得问我，用爱回过我，做醒不来的梦。什么都总会教的，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绝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只抱抱你就放手，想好好的，其实心瓦解奔波。寂寞不痛，痛在念旧，越小的事越多的感受，世界像笨小偷，把幸福打破，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寂寞不痛，痛在做梦，幻想当你自由腻了以后，会来记得问我，用爱回过我，做醒不来的梦。寂寞不痛，痛在念旧，越小的事越多的感受，时间像笨小偷，把幸福打破，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寂寞不痛，痛在做梦，幻想当你自由腻了以后，会来记得问我，用爱回过我，做醒不来的梦。好愿意拉晒，直接登岛平安。是爸爸伊拉晒。然后刚结婚后就会怀念寂寞的感觉了吧？哦，所以子奈这个是你的心声吗？就本频道真的是很多人夫高智老师伊拉晒。可是就算不是麻辣装猪，还是会被。真的假的？我是这样子吗？我是这样子吗？不合啊！不，我们今天不是 May 姐的歌会，我们上次已经把 May 姐的歌已经唱过一大轮了。LF 啊！我刚刚不小心把 YF 先生讲成 LF 爸爸，等一下 ，LF 是我爸爸。你们现在看到的，我看2.0到3.0，然后还有就是我们3D 神官帽形象以及即将公开的4.0，全部都是 LF 爸爸画的哦。也就是说，刚刚就是YF 先生就是变成了 LF 爸爸3分钟，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必须要变回来了，谢谢。人夫啊，本频道真的还蛮多人夫的啊，是不，你也是啊。Papi 他下一步啊，人
人福什么人福？你那个福可以好好选字嘛。谢谢 Papi 今天也来听歌，今天猪猪好想睡觉，超想睡觉的。小花妹拍谁？我讲不掉的，你讲不掉哦，就想睡觉，然后讲错。等一下，哎呦，那个现在乱七八糟哦。等一下，我调整一下。我想，哦，受不了，太想睡了。我像整个视窗乱七八糟的。等一下 ，L 爸爸，爸爸10块钱，对，爸爸10块安呢，爸爸10块钱。好啦，就是反正啊，我刚刚都已经被调到 YF 先生说爸爸了，那你变成 LF，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啊，就顺势变成 LF 一下，是不是？顺势变成神会师这样子。喜欢就唱歌，给那里哦，得互人保庇安尼哦，听这个底下唱歌，得互人保庇诶，这样不袂歹呢。帮大家个开始一口安呢。谢谢 Papi 啦，感谢，看到你都很开心。像是人夫没错啊，抚养小屁孩，好可爱哦。啊，全天下的爸爸妈妈真的都辛苦了呢。对啊，一起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下一首。哦，好，下一首不好唱。下一首不好唱。下一首在我现在很想睡觉的状况下，我尽力，对，我尽量啦，我尽量。好，挚友。天哪，我们家这边真的很多人夫哎！子奈先生，欢迎加入，真的。想当星辰，街上路灯，多爱一个人，接近爱的太深，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忘了不可能，也委屈你长期容忍，但我们之间该用什么相称？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夜香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我哪有一直认错了？你不就是8月他娃先生吗？你就是8月份的他娃。你真诚心对待的人，真正找到我，劝我别再伤神。其实我真不想一一询问，
从此默不出声，是我的责任。我们不说破的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永续这种维系，是我不够真情。一再追问何其愚笨，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荡气回肠又能如何？我最不应该还害你受困，进退不得。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虚境。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画上只有烟香搪塞。明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熊大，好久不见！欢迎来到我的迪卡频道。看到熊大，然后那个显示图真的是熊大的，好可爱。欢迎来到猪猪频道。猪猪频道今年度，等一下怎么会是也可以？等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是天生歌姬哦，不是其他的歌手，不是其他歌姬。而且我觉得今年度本频道又迎来更多人夫嘞，我看人夫会互相吸引，好不好？人夫真的互相吸引，是不是？是不是长官？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子奈？是不是 Saber 爸爸？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人夫，想一下哈，我们的伊布兰妈妈现在没有在线上哈，然后我们的妹部爸爸稍早又在线上，好多人夫哦，哇，很棒，人夫们聚集吧，人夫们。今天不是躲，哪有？我们今天还是说，对你而言，我们阿令的歌是土味情歌吗？不可能，对，这是非常真诚的情歌，只是没想到就是主唱本人这么的狂放，很好笑。对，本频道是很多人夫的聚会哦。歪黑布先生，单身狗吗？没有关系，朱迪卡也单身猪很久了，对，咬我啊！我就单身猪怎样？开始愤世嫉俗。等一下，有妈出现欸。好啦，谢谢打扣啦。哦，人夫派对，谢谢长官，你打出来这4个字特别有感觉，好不好？感谢各位人夫。朱迪卡继续唱歌，唱给您各位人夫，以及可能是准人夫，或者是您还没找到你的另一半，欢迎来这边找人夫。对不起，我觉得我在讲一件奇怪的东西。GW 上伊拉塞，好，上班偷听台哈，欢迎偷听台哦。来，自由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首歌。继续乖哦。好，对不起，我刚唱到一半有一度被自己口水呛到，我整理一下我的喉咙，喝一口水。顺便把那个脏气打出来。等我一下好，而且稍早啊，我有在那个 Twitter 上面看到那个我的绿茶姐妹文文有分享，就是第4届金币奖，目前感觉他们也是很努力，然后在筹备着就是前段的部分，然后我也又开始期待，嘿嘿，今年
又有什么歌曲可以挑战了？对，又在期待说今年就是又有什么就是演唱实力奖的那个歌可以来唱一下，可以来练一下，可以来投一下玩一下。我真的超级感谢文文，就是愿意一直坚持着金币奖因为其实要办这么大的奖项很困难，而且跑的不管是赞助还是他们想要拉的一些可能一些比较重量级的来宾，那个真的哇，真的要靠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他们每一届都真的可以把它办的就强呀，就下趴真的超赞。所以今年我在思考说好好玩哦。刚刚就是严艺格的歌跳出来，我就想到去年，然后当然还有前年啊，然后还有我们第一届什么有的，可是第一届好像还没有演唱实力奖的样子，我忘了。对，反正就是在期待今年又有什么演唱实力奖的歌可以来玩一下这样。人夫派对了，你说我这话怪怪的吗？哪有怪怪的？不就是4个字而已吗？对，不过就是4个字，你们各自表述嘛，对不对？高志老师，对，现在要不要胀气打车？等一下，熊大你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今年暑假 F 和猪猪打算参加吗？我今年暑假好像还没有安排 FF 的部分好像没有顶多如果有的话，可能不然就可能祭坛什么之类的吧，还没有安排到那边去。对，因为我们应该是说完全没想到因为5月份我们要快点把我们这个算是比较重大的这个新衣装发表还有周边公开给大家，所以最近心思一直悬着，就是我新衣装发表以前我还要快点把高阶会员的回馈快点做给大家之类的。对，我还没想到 FF 好像该想知难而上吗？是，谢谢，没错。等一下，子奈，你承认自己是人夫之后，你开关也打开了，完蛋了。有萨克萨，我们这边很多人夫有萨克萨，一来就给人家介绍人夫，这样怎么安排一下啦？胀气，不是熊大，熊大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你很乖的，你很单纯的，然后不合不要乱打字，你乖。好啦，下一首歌。我一个理由放不起，给我个理由忘记。我们阿令的歌真的都很悲，很伤心，真的每次一想到跟他的那个就是主持风格凑起来，真的是反差超大真的好喜欢他，真的好可爱给我个理由忘记献给你各位。给我个理由忘记最近你们寄来的葡萄干可以吗？不，应该是福利熊寄来的葡萄干，好可怕。反正我只剩最后一盒了，要让我开启下一批，我们再来相爱相杀吧。那喜欢人夫的事，这我不好说。喜欢人夫的那只狗好像还没出现，掏心掏肺。冷静们，不是人夫们冷静，不是冷静们，各位，我在讲什么算了，我不要讲话了，对。各位人夫，请你们快点冷静。我还记得你说你们要快乐，深夜里的PM 派对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PM 派对陪你们关灯。只是哪怕人夫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逃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等一下我有唱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很真诚是不是？各位人夫，
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找不到理由放弃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忘记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想你。波西米亚老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这，还好你不是人夫，你应该暂时不需要忘记，因为你不是人夫，你不用担心啦。还是说自己是人夫，那欢迎就是介绍一下自己人夫的这个身份，然后混入这一群我们的人夫派对，我们也是很欢乐的。我们的人夫真的非常非常的清纯，大家只是泡茶、聊天、下棋。偶尔抱怨一下老婆，就这样子而已。对，就这样子。对，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什么 P 开头的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只是本频道人夫比较多，就熟男比较多，就这样子，好不好？对，原唱不排除提高。不是，我真的没有唱奇怪的东西，牛吗？3721伊拉塞。不是子奈先生，不是，我们这边是很单纯的，对，我们真的不大爱讲干话哦。谢谢马克先生送出了会籍，对，马克先生，这是你要庆祝我们的人夫派对吗？庆祝人夫派对，我不要跟你们讲话，越讲越奇怪啊！我们不是苗老师，原来也是人夫，你们人夫磁场真的我一直不晓得扑西苗老师原来已经是人夫，你是做人夫很久了吗？还是说就是今年才成为人夫，只是比较低调？本频道真的吸引到很多人夫，80%都人夫好小。可是本频道的人夫的比率其实基本上跟其他频道比起来真的算偏高，因为都是熟男们不然就主管老板们各位人夫们欢迎加入人夫派对。我们这边真的很单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P 开头的派对，你们不要误会，我们真的是单纯泡茶聊天下棋，好不好？先锋兄弟，对，曹操来了是吗？好，欢迎我们阿蛮一起过来。我们阿蛮爱人妻，但是可以换个口味啊。人夫加一欢迎原扑西米老先生，人夫族群不是水母先生，我们葡萄干就对了，交给人夫处理，放在那边好不好？帮我消灭掉。听说我后面还有5盒，救命！是不是准备？我没有，我刚刚只是被盗账号，不要这样，泽野先生，好不好？既然本频道这么多人夫，是搞不好都是人夫，只是你们暗扛很久。你看，我们这样不小心就讲到了人夫派对，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像同阶渐渐升高，吸引了非常多人夫族群，好吧？各位人夫们，其实你们今天不是人夫，也是一日人夫，可以吗？是不是？人夫泡茶时间还是其实不是，好吧？
子奈感觉出来真的是平常生活压力山大，过来讲干话就对了，各位人夫好不好？这频道名会在吗？希望还在啦，毕竟我下个礼拜爱做谁的那在朱迪卡谁的你别搞啊朱迪卡的生日要到了，我们新一章预测现正也不是公开中，我还不能公开啊，现正进行中啦，好不好？对，我知道恰恰还不是什么，你是28%的人夫，这行吉马桑到底是怎么计算了？原来波西米亚老师成为人夫很久了，对，你可以派对加1，好不好？我们这只是单纯的人夫派对，欢迎随时加入人夫派对，好不好？而且后面还有个纯一个字，纯知道吗？对，你们在那个。高雄市为什么现在我在讲到人夫的这个 moment， 我们同阶一定要到90了？我一定要讲到奇怪的派对，你们同阶才愿意上升吗？怎么回事？对，还是说你各位其实人夫很久了，只是不想承认。对，那么现在你们可以放开自我，在这个东海岸，随着阿令的歌声，好不好？不是阿令歌声，对不起，朱蒂卡唱着阿令的情歌，一起放飞自我，好吗？各位人夫们，对，泡茶。还没30不是熟男吗？哇，水母先生，你这样要笑脸哦。宇轩不是人夫 ，OK 没有问题。小小狐狸拉塞，又要做手，你的人夫听起来很糟。下一首为什么要变成人夫啦？您刚才人夫的台语是什么？昂塞耶昂，对，人夫歌友会纯，对，小环妹你很懂，好不好？对，纯，对，真的是纯，好不好？对，熊大，我们这边真的很多人夫，我们这边真的很多人夫。我讲的人夫是真的很正常的人夫，很正常的，好不好？很正常。对，谢谢你们人夫，谢谢你各位，谢谢你各位人夫。可是你们人夫今天过来听这些悲伤的情歌，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现在对人夫们，我现在把你们心声唱出来。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幸福，好不好？有了家庭。很幸福，有了另外一半，有了甜蜜蜜的负担，很幸福。我知道这首歌唱给你们听，好不好？不排除，不是，我很真诚的唱着阿令的歌，不要这样，怎么知道是阿令？为什么？不是我今天没喝，而且我也不会喝。我在这个东海岸，对我只是想说带着您各位人夫放飞自我，对，就感觉您各位人夫压力山大就唱个歌陪一下大家，不要这样子。至于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喝一些就是什么小米饮料，你们可以自备自理，好不好？或是人夫专辑会大卖。我要，为什么一定要人夫？好，各位人夫。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做第2章，这个朱蒂卡是还不知道啊。对，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对有这么多人夫愿意聚集在本频道的东海岸。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就献给你各位人夫，我相信你们现在一定都很幸福，对吧？真的啦，有了家庭，有了小孩，绝对是幸福的，对吧？献给你各位人夫。他的手掌有种粗糙的体贴，他在我需要时候出现身边。陪你上的那些人夫派对，多亏他无私的奉陪。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一段从前。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我不会提到最后
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于谅解了曾经你用无言画的句点。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东海爱人夫派对。感觉那个小米饮料的需求量会很大，好不好？反复反复。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透露，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献给你各位人夫，相信你们都很幸福，好不好？是的，汤姆先生，这首我也觉得非常的幸福。至于为什么你们会听到什么人夫反扑，这个这么奇怪的东西，这个一定是因为你们空耳，好吗？子奈，你冷静，子奈，你放飞自我了，就像在东海岸的阿令一样，好吗？三人老公安安安，我真的好。等一下，金毛桑，你又在讲什么很奇怪的东西？等一下，等我，安安安，と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为什么是三个啊啊安啊啊啊啊！我知啊，嘿，安金毛桑，你讲啥？我知啊。马克先生，你那个好，对，很棒，就一个字打出来了，对。缅怀初恋是吗？就生大哥，你怎么突然缅怀初恋了？然后牛妈，你打出了人妇，突然让我觉得，要不要好鬼妇？对，很鬼妇，把猪猪当成全部吗？原来你这么爱吃猪肉吗？老婆睡到8点起床不能乱哭，早上6点起床真的傻。好，很棒，人夫就是如此，不是吗？扛啊，扛起来，是不是？牛妈辛苦了，另类空耳，没有胸大。没有，他们在讲奇怪的东西，对，你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了。哦，对，但是你们可以同流合污的是什么呢？来，你们可以同流合污的是这个，谢谢。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哪样我穿啥。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
么奇怪？你们为什么怎么了？你们为什么在跟我讲什么？好，不是，我刚刚不是，我刚刚宣传了好多东西，对啊，不行，我们要再一次啦！怎么可以这样子？皮皮，谢谢你的降落，我精明概念，袂做啥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卖影我穿啥？你卡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不是，你不要相信我，我刚刚就是对我只是被盗账号。你看皮皮一降落，我就知道我该精明干练了。皮皮一降落，我就知道啊，我好像什么东西没有打开，救命啊！不好意思，我刚刚对不起，我真的是太想睡觉了，然后刚刚又不小心不知道被谁盗账号，对他引导我不要开麦。对，那真是太坏了，不知道是谁，好不好？总之，感谢降落到猪猪的频道，我叫做藤 Jackie， 我叫做纯竹七，你们可以叫我猪猪或者是迪卡都可以。这猪猪的话，好啦，不要这样子啊！那猪猪今天很想睡觉，而且我刚刚就是切过来之后，我还觉得自己很精明，我还哎呦。袂做啥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对，我还讲了很多很多的口白，都伫咧5月25穿新衫，真好水水，人笑水之类的，超坏的啦，对不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谢谢你们的降落。不好意思，天哪，不好意思，亚米奈刚刚也没有听到我在讲话，对不起。不好意思，对，我刚刚只是可能一度被盗账号，但是请相信本频道一直就是秉持的精明干练的这个初衷，每次开台依旧是精明干练，哪一天碰掉了，那就不是我的，一定是被盗账号，知道没有？那于是呢，感谢我们可爱的皮皮降落到猪猪频道。为什么大宝老师都要吃瓜？大宝老师，我刚刚只是被盗账号，对吧？好啦。反正就崩掉了嘛，我是有法多，我嘛不法多，就崩掉了。但是该宣传的还是要宣传。你看我没声音的留言收回，拜你就好。对，我觉得计划通，我要录一个工商，然后我还跟你们宣传好多事情，而且我刚刚还就是很水的说，哼，袂做啥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我们5月25号要穿新衣戴新帽，真的是戴新帽，因为你们现在公开的资讯就是知道猪猪有戴什么斗笠，所以这次我们也一起算是更新了我们高阶会员专属的这个算是蜂蜡章。但是啊，你知道我刚刚在讲什么各位人夫们？对，你看我们人夫又出现了，我们大波老师又是一位人夫。皮皮啊，我刚刚在跟大家说，本频道今年度引来了非常多的人夫，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时间跟可能推广台语歌曲跟文化内容，然后就吸引了非常多的熟男们，真的是众多人夫都会在聊天室，他们很快乐的，对，就是珍惜着他们的人夫派对。我没有在讲什么奇怪东西，后面有括号纯。知道吗？纯，我们是很纯的人夫派对，对，我们喜欢在这边讲干话。我们这个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贵，因为人夫们压力真的很大，对，会裂开的吗？啊，小喵喵，那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我想说给大家做大一点，所以其实我之前做3公分完全寄过去都没问题，就做到4公分太大，然后就裂掉。好啦，而且我还刚刚。我还讲了很多工商你知道我讲了什么吗？我说除此之外，我在生日季的时候，今年的高阶不是今年，对不起，是这个月的高阶会员回馈，我还帮大家准备了我们人夫最爱的是什么？情趣烙印杯子蛋糕。为什么是情趣烙印这个
这个是从那个我们人夫观众那边流出来的哦，这个实在是对我只是觉得这个情趣烙印这个实在是太香了，于是不晓得为什么就采用了。也就是说这个月加入猪猪高阶会员，那么我们下个礼拜猪猪就要帮各位制作，就是我们算是比较有纪念性的猪猪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圆形猪猪 logo 的这个烙印的杯子蛋糕，真的会烙在杯子蛋糕上面你会人夫最喜欢的。我刚刚讲了这么多都没有让你们听到我讲了很多我确定我是这样说的，我确定对，而且就是迎合了今年的生日，所以我们就是大幅度的更新了，不管是我们的 logo 的封蜡章，我还特别去制作了，就是以后做烘焙可以有更多广泛使用的，可能会烙印在手工饼干上面或者是蛋糕上面的这个情趣烙印的这个刑具对刑具的部分。当然不会烙印在你各位皮肤上面，或许你们很想被烙印，但是请不要，我只会烙印在我的手作料理，对，我的手作料理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此时无声胜有声，别再说了，马克先生。而且我们这个可爱的这个猪猪章基本上高阶会员陆续啦都会在5月之后时不时就会收到，可能会在就是蛋糕上面的一些蛋糕插卡蛋糕插卡之外，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贴纸的部分也都会采用这个是原来的颜色，这非常感谢飞千燕老师替猪猪排的，好可爱或者是这些 logo 有时候时不时会出现在猪猪的频道的这个部分，对，然后总之我们25号就会迎来新衣装发表。然后我还记得皮皮的新衣装发表也是在5月21号，对，皮皮猪猪有空的话一定会过去看，对，然后就是如果当天猪猪就是来不及降落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我当天又没开台之类的我还是会记得跟大家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可爱的皮皮也要迎上新衣装了，对，也非常感谢皮皮的降落，好不好？对，那么呢高阶会员回馈也是基本上每个月都可以收到猪猪尊爵不凡的这些，不管是烘焙点心，还是一些非常推广台湾本土这个原创料理的这个元素的新意的这个算是猎奇料理的部分，也算是托大家的福啦，大家的守护。我们这一做就做了大概要4年了，对，然后每一次的菜单基本上很少重复，甚至是没有重复的，我都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么今年度呢，就是也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们一直都有在非常非常安全的规范以及保护下，就是支持着猪猪就是消费者的一些产品责任险什么之类的部分，其实猪猪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先帮你们安排好了，这些东西也算是为了要好好的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就这么守护猪猪的频道以及我们的原创料理，因为毕竟我们的原创料理它算是牵连着我们的相爱相杀的回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守护，是不是？对，所以呢高阶会员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这些料理只要加入的话我们每个月都有，真的是我们尽量不重复的料理，可以让您每个月去享用，让各位相爱相杀的心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很开心本频道在这个月我们这个月的这个祝生娘娘的图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就是文化部爸爸从3月份开始赞助我们的每个月都有这些小礼物那这个月是跟配明信片的部分，那这个要怎么获得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文化部爸爸从3月份开始赞助我们，就是每个月都有小礼物可以收那这个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猪猪的收礼资讯，不知道这5月份比较多活动这个是去年牛妈真是神来一笔这5秒钟就做完了这个这个募资已经结束，我们专辑也做好了，谢谢，快关掉。等一下我把文化部爸爸那个开出来，因为对这个感谢文化部爸爸的加持，我们从3月份开始为期6个月，每个月如果您加入150块以上的台湾话猪主员的这个会籍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每个月就是文化部爸爸加码的小礼物那5月份的小礼物目前就是由骰子老师绘制的这个祝生娘娘主题的这个明信片，那现在加入
马上就有。那基本上就是加入之后记得填单，对，我们只认表单，我们不认后台。为什么？表单上面我们才知道怎么寄出去给您。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请我们创立的伊藤先生统一帮我们邮寄，那他是用那个中华邮政的部分，所以可能必须要填上您本人的大名、收件地址，还有手机之类的。那么150块以上会籍都收得到。对，那当然也是有我们高阶会员，他们有一些他们对于个资比较保护，所以他们就是选择纯赞助，他们就是不收这个礼，也是 OK 的。好，所以想收的请记得加入之后一定主动去填单。好，主动去填单这个很重要，我们只认单不认人。那表单的部分就在下方的资讯栏都有。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有位很可爱的高阶会员，他告诉猪猪说：“哦，猪猪。”我真的不会填单，于是他就加入了高阶会员。很聪明。对，你要是真的不会填单，你没时间，我真的1秒钟几10万上下，真的太忙了。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主管们、熟男们，没时间填单，朱迪卡帮你填。只要你是我的高阶会员，你就免填单了。我们水母先生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猪，我想要这个卡片，我不会填单啊。好，那人家加入高阶会员，加入了，不会填单，所以加入了，这样。太棒了，太优秀了，谢谢你的示范，好不好？优秀加入150块会才有，像75元就75。盛红，我怎么记得你不是75块？盛红，你又在讲干话了。大概是这些东西，也谢谢皮皮的降落，顺便可以就是我刚刚讲了很多，怎么没有让你们听到啦？但是重点是对，就是我们这次更新的这个。可爱的猪猪的这个圆形的这个 logo 我真的好喜欢哦。对，未来会常常在高阶会员的可能信封上面看到贴纸，然后封蜡的部分我没想到做成吊饰做太大它会碎裂，气死我了。我在想办法解决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不好？感谢你们的降落。好，对，我们工商服务时间，然后还有有好多东西要工商哦。跟我下回嘞，我们超多东西要工商的，等我一下。那这个工商服务时间未来，今麦来，今麦这是真正的工商服务时间哦。所以刚刚的都不是吗？有啊，刚刚那个也是工商服务啦。那工商服务人家现在实在有够多他都迄拍的他都迄个部分的较气质的他都迄个部分有注射尿尿较气质的，安尼知无？刚刚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牵扯到注射尿尿，我们要气质，知道吗？接下来可以不用气质了，为什么？对，接下来朱迪卡被做谁厉害啦？我们今年有开放收礼物的这个部分，即日起到5月23号，邮戳为凭，好不好？不要寄一些奇怪的食物，基本上相信您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都非常知道可以寄什么，不能寄什么啦，但是至于葡萄，刚才聊葡萄瓜这个物件，没需要，别个寄来啊，葡萄干已经满出来啊，知无？满出来啊，别寄，你若是寄来，你就是低，知无？跟我赶快是低葡萄干不要，葡萄干我后面还有5箱，我不要葡萄干太多，好可怕，那是不能吃的东西，好不好？那今年生日想要跟大家开开心心的开箱大家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个非常具有长辈风格的这个算是收礼规范，也非常感谢水灵宝贝的制作，感谢歌舞，那高中红还未停，不要停。在我们第2笔台语专辑的实体版现正预购中。好，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要分这个瓶装版跟那个精装版来精装版谁最安呢？来精装版因为这是尊爵不凡的这个算是精装书的这个规格制作，好不好？小子老师真的是把它做的今天就下拍今天我告下拍，我告贵也贵所以我们开价精装版。1520，好不好？1520咱瓶装版咱看一下，瓶装版嘛有咱瓶装版那是瓶装版这个像你要复古的这个 CD， 你若是感觉就怀念的，会当买咱瓶装版，瓶装版我们的价钱就是520今麦咧我是感觉就奇怪的，来1520在精装版。卖的比较好，我们精装版目前卖出20
23个的样子，23。然后我们瓶装版目前卖出14张吧，对，23张、14张、23张、14张，是怎么了？你们觉得精装版那个1开头就是感觉比较便宜，是不是？我们的5大于1，因为瓶装版那个开头是5，精装版开头是1。精装版这个比较便宜，买精装版好了这样子。我真的不懂大佬我们瓶装版目前是卖出了14张，精装版卖出了23张，我不太懂。对，因为520真的太贵了，520块真正是太贵啊！我规起买1520块，看起来较俗所以大家不晓得为什么就是集体买精装版，好不好？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但不管瓶装版、精装版都欢迎大家预购起来。我不懂大佬。也是马西安内供啦，我们家高阶会员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比那个600块的那个经理人还要再多呢？一定是因为那个6开头实在太贵了，3200、3800看起来看起来较俗，3800看起来较俗，加一个好啊，各龟能哥汤家有无？3200看起来比较便宜啦，要加一下，我们还有蛋糕可以吃我没有吃葡萄干店先生，下周娘要带小花也会的好乐记一下嘛？是下周吗？我怎么查是已经过了，是5月4号，但原来是下周，是不是？谢谢我的子奈先生的提醒。大家买精装嘛，这么精美的东西，精装真的消碎，知不？咱击败精装版，那麻烦那小子老师在这着，真正有到消碎耶，真的超级好看，已经大概有看到一些很夸张的过程了。对，为什么说夸张？因为它是直接是比较可以透露，就是9宫格的动图，而且连封面的朱迪卡都会动。你们一定要好好把握我们这次精装版，而且这次我们预购到5月20号之后，我们的价钱就又恢复到之前的原价了，知道没有？好不好？我们价钱会回升回去，所以目前这个价钱的优惠直到5月20号，记得把握时间买起来。谢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大家，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总算真的结束了，咱工商服务时间真正结束啊！好，我们快点把这个币圈切回来。好了，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气质的东海岸，好吧，非常气质的东海岸。我刚刚唱到哪了？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人夫们，或者不是人夫们，或者已经准备要成为人夫们，或者没有人夫来这边找人夫的你各位们，我在讲什么？我们回到我们气质的东海岸，继续享受我们阿令歌声不是阿令的歌声，是阿令的歌曲的美好。好，对，600块太贵了，我们只好加3200，还可以吃蛋糕，对不对？对，葡萄干非常可恶。盛宏，你在给我造谣。盛宏，你小心被我折断。封面会动会晃吗？这我不好说，但晃的部分是哪里呢？我不能诈欺，对，我只能说会动，但是会不会有晃的部分，这我不好说。可以接受猪猪害怕书收藏，是，谢谢薄荷，你们真的很会帮我宣传。我跟各位立了一个旗啦，就是我们那个精装版如果有卖到75张这个数字的话，我就会供出我害怕的食物的第2样，那个真的很可怕，那个真的超可怕，超可怕，那个真的很可怕。可是不见得你们都不敢吃啦，对，但是对我而言，那个反正我现在还很安全。你们还有52张精装版要加油，加油，加油好吗？加油！葡萄口渴葡萄干什么复古尊爵金天啊，马克先生 ，OK， 很会，谢谢。绑2条楼是好，谢谢牛妈，谢谢。每次都觉得你各位人夫的干话，不晓得为什么我真的好喜欢哦，谢谢你各位人夫来这边就是讲干话，真的非常非常，只能说真的是双赢的局面，谢谢。就葡萄干就会话，不要再玩，这好可怕。而且你们要记得哦，我像冷冻柜的葡萄干只剩深层中训葡萄干只剩最后一盒哦，你看我多有毅力，我突然觉得好舍不得哦。反正我只要不要打开那个罪恶的转盘，不要有大佬出现，我趁小你不在的时候，我再把它开起来转。我觉得下一次顶多38颗，爽，
是不是？只要大佬不在，趴趴熊不在，是不是？我就自由了。我不是在立起，对不起，我还是唱歌好了。专辑购买期限到什么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购买期限，我们是不打算现在先切个期限啦，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东西真的要慢慢推哦。购买专辑是真的，你真的一下子让很多人知道，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是打算慢慢推。但是我们就是5月20号以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价钱拉回去原价那边。对，所以5月20以前要买精装版的话，是真的是我比较优惠，因为那个成本超级高。你们想一下，会动的图，而且又不止一个，加上9宫格跟封面是10个会动的图哦，真的消碎，真的很漂亮。对，我们要期待小子老师的完成品这样子。我可以不要葡萄干自由吗？对，我们就是趁那个可能大佬们那个，例如那个姓他的哦，姓趴的，姓那个泥的，对，那个不在的时间，我们就偷偷的开启了这个转牌，对，我就自由了，不是吗？听起来那么祈祷大佬们来吗？推早就不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只是小喵喵，不是小妮妮，对。莫急莫慌，是小妮的妹妹小喵喵，还不用这么紧张，好不好？对，而且我今天转牌没出现啦，不用担心啦。我们今天只是单纯唱歌，我们今天今天是唱歌，好免欢乐，好咱唱歌就好，唱歌给你听。我现在很幸福，我们的下一首歌，咱准备一下哈。我现在超幸福。好幸福哦，幸福到不行哦！我谢谢哦。我看到这个Tawa整理的歌单，真的超级幸福，真的有这个真的很方便。好啦，下一首歌，好，我们工商服务时间我们真的结束了，我们真的要很气质的迎来下一首歌，好不好？很气质。好，好来，人夫们，让我喝口水。总之，谢谢皮皮的降落。我们5月21号也记得要过去跟皮皮的新衣装发表，加油，好不好？我看一下21号跟下礼拜4哦，那这样下礼拜4有机会可能是猪可能中下午开台。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先提前降落皮皮的待机室，也是可以的，好不好？相信皮皮一定也是筹备许久。来吧，我们要很气质的进行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什么？等一下，下一首歌，好 ，P.S. 我爱你，好不好？各位人夫们，心中有爱，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夫吧，各位人夫们。越讲越奇怪，成为那个你们想成为的人夫吧。我想要成为你的眼，把最美的风景收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只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
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分之一成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哦，卡了一口痰，我先排解掉它。刚刚麦克风一直叫来叫去，那口痰一直在打扰我，排解掉。我替你收集笑容，怕未来快乐变得贵重。要是少了我，你有多寂寞？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只是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分之一成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太阳不会这个要怎么唱？忘了。哪怕你不再属于我，我会在不同的窗口给你拥抱。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分之一成空，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我忘不掉你第一次问我。轻弹轻弹。哎呦，那个麦克风没开，太羞可了，好蠢哦！真的要好好睡觉哎，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真的是弥留猪。对不起，今天让你们看到我弥留的状况了。我真的跟你们说，我真的平常不是这样子的。对，哎呦，怎么又是挚友？对，我们挚友唱过了，好不好？对，我们已经挚友过了。我在讲什么？我们已经挚友过，什么意思？对，你我都是彼此的挚友。所有的人夫们，也是你们最重要、最珍视的挚友。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人夫，我们要珍惜属于人夫的东海岸。虽然说我觉得我越讲越奇怪，但是我只是想说，感谢你各位降落下来，来到非常多人夫的本频道。对，我没在好笑，阮家真正足侪翁的，对，但是不是阮翁，是恁的翁，好难讲哦。本频道长期推广可能台湾文化或者是台语歌，然后又是在仲夏我开台，所以我们的这个熟男人夫们的这个比例真是颇高。今天又认清了2-3位人夫，对，感谢你各位人夫的聚集，好不好？只不过音色很适合唱连名带姓嘛，谢谢尾鱼先生。连名带姓我非常喜欢，因为是我的主推张惠妹，我的主推张惠妹也是不是隶属于烈酒女团，我称之她为团长。对，阿妹的歌会我常常唱，她是我从小听到大，现在依旧在推的最喜欢的华语女歌手，没有之一。谢谢。对，所以总之3位烈酒女团，不管是我们的公主、我们的阿令、我们的阿妹，我都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声线。挚友过吗？这我不好说。阿成平常是亲戚的会吗？我觉得我们这些长官人夫，对，你可以好好说话吗？我们今天群聚在这么美好的东海岸，我们可以说些感性的话，不是吗？是不是？
他把你的挚好像选错了，对，挚友，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谢谢，对，所有爸爸人夫们，好不好？刚放学听到这美妙歌声吗？哇，谢谢尾鱼，你是很美好的尾鱼，但是尾鱼炙烧起来是非常好吃，你是好吃的炙烧尾鱼，谢谢。不是，好啦，我没有要讲奇怪的东西，我们可以讲一些正常的东西了吗？来，我们阿令的这一首我还没唱，来，我们再讲一些正常的东西可以吗？我们不要把那个新朋友吓走，好，各位人夫，我们虽然说在东海岸真的很开心，对，但是我们对不可以把这个新朋友吓走，好不好？对，蛋疼吃歌。好了，我唱歌啦，失恋无罪好吗？下一首我们敖令也像当初出道的这个主打歌曲《失恋无罪》哈。好，你各位人夫们冷静，在东海岸好好的享受阳光，好不好？我们这个气氛组的那个 D 开头人夫 Double 老师，嘿，我们每次讲一些那个非常感性的话，他总是会变得很性感，对，他总是会出现性感的他总是会出现，破坏了一些气氛，但是又迎来了一些笑料，好不好？对，像是尾鱼季，谢谢。这东海岸烤肉酱，你们那个尾鱼度留给我一些，谢谢。好，我继续唱歌。啊，对不起，对我真的很想气质的把它唱完，就是刚卡痰，对，我们来失恋无罪一下，各位人夫们。气质哦，悲伤哦，要气质，很气质，很悲伤哦。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孤独万岁，失恋无罪，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我对于人夫早有预备，还不算太黑。独生万岁，失恋无罪，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难道不珍贵？一个人崩溃，不是在犯罪。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孤独万岁，失恋无罪，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还不算太黑。独生万岁，失恋无罪，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难道不珍贵？一个人崩溃，不是在犯罪，一个人崩溃，并不是在犯罪。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我对
会受罪，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难道不珍贵？一个人崩溃，不是在犯罪，一个人崩溃，并不是在犯罪。好香哦！我说的不是人夫派对很香，我只是想到烤鲔鱼，你们不要误会我。那个炙烧好吃，我没有在说什么奇怪的人夫派对。嘿，一个人崩溃，对，哦对，20年的房贷很崩溃，人夫的崩溃，20年房贷很崩溃，人夫派不是，我没有在犯罪。长官，你不要讲的很奇怪，对，长官讲的都很奇怪，对，奇怪不是我，好，奇怪是长官，好不好？谁保证中年不会是？等一下，人夫们，你们真的压力山大，人夫们能冷静，每天起床上班，老婆还在睡，对，不是人夫有罪，不是他哇，你冷静，对，扛房贷崩溃，谁保证中年不会失业？不是人夫们，你们冷静，没事，你要相信，你们很幸福，好不好？虽然说有家累，甜蜜蜜的负担。对，去哪里喝酒又不能让老婆知道，讲干话也不能让老婆听到，但是要相信你们依旧很幸福，好吗？对，觉得累了就过来我们东海岸开人夫派对吧，谢谢。我们这边真的很单纯的泡茶聊天，我们没有想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别哭了，人夫们，不是米娅老师，不是 Sepa 爸爸。长官，你哭什么啦？为什么连马克先生都要哭啦？哦，甜蜜太重了吗？太重，买个钢弹也要被念。对，买个钢弹就算了，然后回去老婆还问你，我今天这个花了8000块的这个发型哪里不一样？对，压力山大，回答不出来还要被骂。好啦，头都秃了。很棒，他哇！各位人夫，我们他娃已经点出了下一首为您各位人夫准备的歌。我觉得可能你们会不断的在思考，我很幸福，我真的很幸福。但是然后呢？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怎么买个钢弹变成要去买尿布了？我怎么看个电影变成要看YoYo TV 了？怎么回事？这是我要的生活吗？是，我很幸福，我真的很幸福。然后呢？嘿，对，这话题过度承认，过度承认。这夜难眠，是谁变了？我流泪，愤怒和尖锐，是因为忐忑。你不能理所当然了你的资格，我需要更多安全感才能平衡。黑暗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却碰不到你的灵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只在深夜里汇合。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在确认？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嘘。
誓言谎言，我都听着。爱在身，放久了会冷，会产生裂痕。那时候你是把我在手心捧着，而现在你忘了为我擦去泪痕。黑暗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却碰不到你的灵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只在深夜里汇合。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在确认？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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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黑暗中沉睡着是你的轮廓，却碰不到你的灵魂。这一张小小的双人床让我迷路了。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只在深夜里汇合。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在确认？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爱我？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哇！等一下，他又帮我跳到我们的那个梅神了，对，但今天不是梅神歌会，各位人夫们，你们都还好吗？我刚刚其实一度不敢看你们聊天室，我知道，对，我知道，对，就是人夫们集体聚集在这边，非常非常多想要抒发的，我不能看，因为看下去我就没有办法唱这首歌了，对，因为会破功。会一直不专心，然后就加入你们的话题，然后这首歌就毁了。人夫，我来好好的看看你们到底打了些什么。有的压力山大，有的自嘲，好不好？有的苦中作乐，我都懂，好不好？来，让朱迪卡看看你们刚刚在派对里面打了些什么，好不好？对，来从我们达博老师气氛主人夫开始，这话题好承认，对，过度承认。你们知道煮钢蛋吗？不是小喵喵，不要同流合污了，不要跟人夫哥哥们同流合污了，知道吗？我们现在非常适合开启我们这一段，来好好的阅读各位人夫的心声。好，肚子上的脂肪比太太还黏，这个好干话啊，长官。老婆，现在买2包尿布送钢蛋。我听你在好笑，钢蛋钱有够贵的贵，倒位吼，这么遐尔佛心是佛祖，是佛祖送的哟啦。我麦当劳想买个钢蛋被阻止，还要跑去买尿布奶粉，好崩溃 ，Super 爸爸。
看姐姐，不要，跟小妮妮讲说，猪猪姐姐不会煮那边，她可能会跟葡萄干一起就变成角落生物，好浪费大家的心意嘛，对不对？不是薄荷，你跟着哭什么啊？对，阿令歌会 ，AKA 人夫歌会，8月1号先生，对，买奶粉送5070，哪一间厂商这么佛心呐？说买尿布的时候偷买钢弹，就跟老婆说就大出料局。我跟你讲，如果老婆刚好也是钢弹迷，骗得过去吗？好像骗不过去，对不对？子奈先生辛苦了。5070是爱马仕，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人夫们？你们太懂了。挚友也是人夫的难题之一吗？我觉得会是。他哇，不要问，很恐怖。爱马仕是果冻牛乳送的。我之前有看到有真的有人夫分享，就跟老婆讲说买早餐送爱马仕之类的，是不是什么？不是，长官好好打字好不好？撕裂造成的，对，好，就是人夫派对。至于这个撕裂伤是怎么造成的，对，是哪部分撕裂伤，这我不好说啊。对啊，亲爱的松松，欢迎来到本频道东海岸人夫派对。松松不要问我为什么变成人夫派对，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人夫群聚在此，苦中作乐，讲干话，非常的舒压。如果不嫌弃的话，欢迎松松老师一起来桑起来啊！至于是松哪里，交由我们人夫来处理，好不好？松松老师，谢谢。太空棒，谢谢你最棒啦！太空棒你也好棒，谢谢做作，谢谢。然后至于汤姆先生，我们在讨论什么话题？这个登短郎的话题，对，真的是非常的登短郎。长大了才知道，买个钢弹还会被老婆骂。长大了才发现，可以买钢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有些人夫钢弹没得买，只能买尿布、买奶粉，回家还必须要收老婆的副卡、信用卡费用账单，还必须要猜老婆今天哪里不一样。我靠，压力山大。但是我必须说，老婆一起经营家庭也是很辛苦的，嘴甜一点就不会被骂了。今年母亲节花了不少安泰做的钱吗？值得啦。我觉得其实我很相信一句话嘞，在家里面真的老婆开心全家就开心，真的你们要相信朱迪卡。好，就是人夫这边讲完干话回去还是要好好的好好干，知道吗？好好干，不是等一下好好干，我的意思是说好好的哄老婆。至于晚上的部分，好，对不起，我们进行下一首歌。我们今天可能是最后一首歌，我们有一种悲伤，好不好？我们悲从中来的人夫们，从钢弹变成了尿布，从电影院变成了悠悠亲子综合台，也没有不好。我们有一种悲伤在这边把它消磨掉，在人夫派对把干话讲掉，回去还是一条好汉，知道吗？我所谓的不是打保，我所谓的好好干是好好的还是要经营一下人夫的角色，好好的哄老婆，好好的扛起一个家。至于晚上你们要怎么样，对，都好，但是就是女人开心全家开心，要相信朱迪卡，好不好？对，就像买钢弹，老花眼很难处理一下。波西米亚老师有一种悲伤，就是现在即使老婆让你买钢弹了，也老花了。天哪，超大的悲伤比学谁好了，小时候羡慕别人买钢弹，那长大了全在煮学长的钢弹。你羡慕吗？我让你煮不完这样子。就说这样直播有18禁吗？不是我没有说任何18禁的东西。对，我们这边是非常优质的合家观赏台，韦鱼先生就这样来了，来吧，尽量来好不好？好想被老婆骂不是他哇，我们刚刚子奈先生也说了，结婚之后很怀念自己独自的孤独的这个空间跟时间。你看看这个东海岸满是人夫，他们渴望这个自由的空间，好不好？他们渴望奔向自由，奔向大海。虽然说我们这一首歌
有一种悲伤献给你各位，感觉真的还颇悲伤的，但是的确你各位人夫都存在着非常多的悲伤。对，好好，我说的是好好干，就是好好的经营人夫的角色很重要，好好的哄老婆很重要，好吗？从成人话题到更成人的话题。晚上请了拆老婆哪里不一样，就跟拆炸弹，真的我知道，我超懂，真的会多补充纸的吗？好，补充纸很重要，牛妈不能再干了，到时候要等一下，不是松老师，对，好，我们话题非常的成人，我就只差没有再跟你们就是讨论涨停板跟 ETF 的部分，过度成人，好不好？我觉得我该唱歌了，有一种悲伤献给你各位人夫，对，也算是我们今天阿令歌会 AKA 人夫歌会可能 maybe 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晚上好，对，太空棒先生，对，好，怎么办？怎么今天在讲干话？不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喝呢，我也不太会喝啊，是怎么了？我们一起集体来到了东海岸，都放飞自我了吗？我不记得今天要跟你们讲那么多干话，我今天真的很想睡觉，你们也知道我今天多精明干练了，就在皮皮降落的前1-2分钟，我就这样自言自语讲了这么多，还工商服务，我个刚胸口服呢，我讲了这么多，然后居然是我完全被自己消音的状况，你看我今天多么精明干练，我今天真的不打算讲这么多干话，但怎么回事？你各位人夫，有一种悲伤是当你觉得今天你的工商服务讲得特好，我今天真正是讲到超好，真是讲到有够好的好。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会当精华一个，结果你才发现你无开麦克，真正是有够悲伤的悲伤。不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福利熊 AKA 全村的希望熊也出现了？对，我们今年一定是因为现在是报税月，好不好？我们报税季过度成人，对，所以影响了非常成人的东海岸，影响了非常成人的人夫派对。心心我刚念错了，对不起，补充心，好，我念错了，对，不是福利熊，我现在要加码的，需要加码的，不是葡萄干。我可以不要任何的葡萄干，但是今天你各位人夫如果听得开心，我们可以欢迎加码你各位就是尊爵不凡的抖内，谢谢。我们是帮猪猪打气条，欢迎各位把它补满，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葡萄干已经满到不能再满了，听说我后面还有5盒是吗？各位人夫们，他怎么被我桌子跳出来？不是，各位人夫们，尊爵不凡的高阶们，我知道你们1秒钟几10万上下，这时间都很忙，话太居多。对，至于这个小女子的错误呢，我自行吸收，对，我的锅我扛，好不好？对，今天这辈子第一次缴税，很棒啦，长大了，恰恰，这就是长大，长大了，缴税吧。真的好承认哦！来，快点，有一种悲伤，我觉得我情绪酝酿可以了，连我都觉得怎么这么悲伤？难道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就必须要迎接这么多的悲伤吗？那我们就共生共存吧。报税和报税都很成人，没有错。普西米亚老师，你会补充心？好啦，等一下，为什么变成10了啦？不行，我不是债务盒吗？真的变成10了，为什么？是安怎地公杯对我遐尔无公平呢？爸爸熊，我跟你拼了10盒是吗？我就这样囤在角落，让他们当角落生物。嘿，反正我只要不开启那个12000的有进转盘，我就不会有机会吃到了，不是吗？既然我是 double。哪一天我如果再次开启12000的有进转盘，就跟你们 double 相爱相杀，看到底谁先死。哎呦，福利熊啊，听说我的那个生辰的重训餐盒剩下最后1盒，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有耐力，我觉得我非常的有毅力。哎呦，我觉得我最近的肌肉线条又更加的紧实了，托你各位的福，我觉得我又更加的健康了，我觉得生辰的重训餐真的不错呢。
下次有机会再开启我们的有劲转盘，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么快达标啦，知道没啊？来苏牙，开始想要耍狠，是不是确诊50次哦？我记得我好像确诊1次还2次吧，小牛奶伊拉塞。其实我那个不是猪猪皮，那个是真的是屯妈没有收到简讯。对了，如果真的要把10盒寄来，记得寄猪猪的那个邮政信箱，比较不会漏掉。对，因为如果真的是简讯全家，它真的很容易漏，好不好？可以不要再捐赠吗？对，我真的是热烈欢迎你各位人夫。你那无处宣泄的那个加码金，可以加码在本频道的抖内条但是不要加码在葡萄干上面，可以吗？人夫不止报税，还有车贷、房贷、社区管理费、水电费好，太悲伤了，太悲伤了。对啊，纸跟心超像的好吗？超像的。好，来烧神将你的礼物我收到了，要加码，下单后选猪猪邮政信箱就可以了。对，请寄到邮政信箱比较安全安心，好不好？即使要迫害，也要迫害到正确的地方，不要又让他走回头路了。一旦走回头路，我可能下次收到的是30箱，谢谢。说反正说过不要送来就要吃。对，下次只要我在福利熊在涛啊，在小妮妮，在各位大佬不在的时间，再开启那个有劲转盘，我就有赢的机会，对不对？没有错。等一下是我一直叫他子奈、新奈，等一下，我什么跟奈？我一直叫子奈是不是应该是新奈才对。这位人夫啊，你就这样被我改名成子奈了。等一下，对不起，原来你们一直在跟我讲说子奈的部分。等一下，我察觉到了子奈先生等一下，到底是新奈还是子奈？等一下，反正将错就错，你以后就叫成新奈先生好了。你以后就真是新奈，从今以后你就叫做新奈了，谢谢。宇宙最尽力，帅气、活泼、俏皮、淘气、美丽、温柔、优雅、善良，第一排位香菜哥、鸡猪地卡女王大人安安，谢谢 FK 艾路莎，感谢，真的是常常这样非常支持猪猪。虽然说我刚刚真的一直不小心把某位人夫的名字叫错，对不起。所以应该是新奈，不是直奈。没有，我觉得随时要补充锌很重要。对，我是对 FKL 3，因为随时要补充那个锌，加上维他命 C 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补充这些东西才能长长久久身体健康陪伴大家。对，是不是？直奈，对不起，到底是哪一个啦？我没有叫错吧？我应该是直奈吧？对，我是子奈。对啦，我应该叫的是子奈，我应该没有叫错吧？对啊，我觉得这两个好难分哦。到底是猪猪国文不好，还是荧幕太小吗？其实就国语不好啦。对，我这就不在场的，我国语就是不好。对，不好到已经到天花板的境界了，所以就是天花板另外一个境界的很好这样子。瓦嘎奈，对，是瓦嘎奈太空帮先生。对一下。所以我到底是讲对还是讲错啦？什么啦？你们气死我了！我不要跟你们讲话了。FKL 上他们在欺负我，我现在怎样？快点！有一种悲伤，是明明我叫对了，却被误导成错的，太悲伤了。对象因被改过，教育我如同阿义师被我改名成广义，从今而后就变成广义不是喜内。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唱有一种悲伤？各位人夫们可以让我唱歌吗？好可怕！但是打心他念词的，我要成为你们一手无法掌握的女人，牛妈。好，子奈先生，反正我一开始是对的，朱迪卡是对的，我要相信我自己。我没有故意，最故意的是你们啦！不行，我最后一首歌，我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的气息，我要好好的整肠健胃，好好的诠释一下这首歌。
我跟你讲，肠胃舒服，我们唱歌就舒服。我们好好的整肠健胃，把有一种悲伤把它唱好，这个很重要。贵人夫整肠健胃，补充锌，补充维他命 C， 补充益生菌很重要，知道没有？像对我很悲伤，我悲伤到不能再悲伤了，塔瓦。那可能是，蒲西米亚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好的，请唱歌吧，猪猪大人。F 跟 L 先生，我现在已经把我的悲伤溢满了。我觉得整肠健胃了也差不多了，可以了。贵人夫们，我收集了你们的悲伤，却变成了我的悲伤，怎么可以这样子？该了，真的好悲伤，太悲伤了，太悲伤了。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了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补贴葡萄干费用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相识与你分开4年，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成为彼此的路，多向往，怎会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多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4年，才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
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他跳到了各位人夫，谢谢各位人夫，又把普发1万是吗？我们普发1万直到4月30号，对，希望你各位人夫都已经领了，对，必领，不领的话真的会捶心肝，被老婆骂死。对，1万块的尿布可以买好几条了吧？对，1万块尿布可以买那么多条，那不去领这死鬼哦，对之类的这样子，对，好，感谢你各位人夫今天的赞助。今天我们的歌会够悲伤吗？我真的觉得蛮悲伤的，20年房贷都没在喊悲伤。是爸爸别哭，为了调整肠道菌种，最近都自己养优格嘛，哦，自己养优格很好吃，而且又便宜。对，其实自己养优格还不错诶。对，你只要自己买优格回来就可以自己养了，很可爱。哎，我在讲什么？很可爱啊！168先生还完房贷都55岁了，你可以提早退休嘞，谢爸爸，好好整肠才有健康啊！这个布西米亚老师，自从你公开了你人夫的身份，原来这么的 open， 就跟我们这个东海岸如出一辙，是真悲伤。子内爸爸一拉下补贴葡萄干费用，谢谢你，子内爸爸，谢谢你的补贴葡萄干费用，感谢各位人夫的聚集。对，我们这边真的非常多人夫，我只是想说，想讲干话就尽量过来吧。这边的众人夫都非常的了解你们的辛苦，但是我相信其实是幸福的啦，好不好？如果猪猪还是很难过，那看来只好点这首歌了。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谢谢 F 跟 Elsa， 难过吗？不，我今天我难过的是刚刚我想工商，却发现我没开麦，如此悲哀啊！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唱着唱着，跟水灵宝贝我们这个很像也可以精华了，谢谢。好了，各位人夫，好适合葡萄干的名字，这是不是又在讨论什么普发1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普发1万不是啊，对吼，还有第二轮的普发1万吗？你说哇，阿令这首歌会红到明年，你知道吗？普发1万，这是 Seeker 吗？有种悲伤是明天对又被Seeker 先生，你全程目击了我被迫害的那瞬间，对不对 ？Seeker 先生，普发1万，对，如果再普发下去，那阿令真的，我真说，这首歌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可以被拿来当迷因梗哎。想当年我们家猪猪就是靠着普发1万上了 First Take， 真的。但是我们家人夫比较爱讲干话，因为平常真的是生活压力太大，然后各种贷款，还必须要安抚太座，各种压力山大，但是还是好好的就是照料的家庭、自己的工作、生活以及安泰座，真的非常的负责任，所以才会常常上来发疯。对，但是他这样说，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很开心，很自肥。谢谢长官，谢谢，听得都快哭了吗？不可以路上，伟成午安，对啊，长官都2年不是，台湾你在帮腔什么啦？我追不到聊天室哦，所以确定真的要普发1万了吗？太空棒先生，是有人提错吗？等下是真的假的？又要普发1万？所以我们又是一样，是今年的年底又要领到了，是不是？是这样吗？趴熊啊，只能说普发1万，只能说大家都辛苦了，连房贷都没有资格。不是，我F先生没有房贷，不要说没资格啦，就是我觉得就是选择啦，对，有房贷了，有家了，但是就是必须扛住嘛。没有房贷。一个人轻轻松松自由，我觉得就有没有不好啦，就是选择公开人夫身份 open 牛啊！这我只能说真可惜，明夜没来。我们车手明夜真的，他结婚前就如此 open。我们车手明夜如果现在出现在这个东海岸，我真的想失控，好不好？他的刑具都要拿出来了。对，他跟他老婆的对不起，讲太多了。本频道真的很多人夫我这样细算下来人夫爆多好了，尊爵不凡的人夫们，我真的不晓得今天在东海岸可以跟你们讲那么多干话，明明我没喝。好，对，56不能忘，真的。刚刚
优格真的很可爱，是不是？我觉得那些优格小菌种真的好可爱哦！啊，莉亚，恭喜莉亚，欢迎来到的迪开频道，那欢迎点到花友工作室的第3期的莉亚，真正是你点，我要给你一个上大、上强的扳手，嘿，我没有给你奇怪的东西啦，我没有给你奇怪的东西，莉亚。姐姐这边很正常的，姐姐这边只是比较多人夫，嘿，我们只是比较多人夫会来讲干话。我们欢迎莉亚，花友工作室3期生莉亚，谢谢你莅临蜘蛛的频道。我今天干话讲太多了，不应该是这样的。莉亚，你听姐姐说，姐姐平常真的很单纯的，平常姐姐真的很精明干练的，不是小欧经理，你在笑什么？小欧经理，为什么你跟着笑？为什么 C 科先生跟 Y F 先生你跟着笑？回不去的时候就要是 FKL 桑这首歌对我们频道而言一直都是普发一万，真的有一种悲伤，就对他真的很悲伤。子奈先生葡萄干非常悲伤，还没表决，因为金牛从哪来哦？其实我也在思考，还要再发吗？金牛有吗？交通频道先生伊拉塞啊，对，刑具，对我们迷也真的有刑具，妹夫爸爸。我们今天聊天室的人夫大爆发，我们妹夫爸爸上次也是有带着他们家的小宝贝过去录音。对各位人夫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持续支持本频道。本频道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超多爆多人夫的。那你觉得人夫派对怎么来的？塔瓦该加入了是不是？各方都有意见吗？提议指数是被砍掉的国防预算哦。好，是所以大家都叫托托比较多嘛？我要叫莉亚比较好，还是叫托托呢？都可以吗？来听好听的歌了吗？啊，亲爱的小托托、小莉亚，猪猪姐姐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为着你，咱会当搁唱一条歌，安尼好不？咱会当搁唱一条歌，所以托托是降落吗？托托是降落吗？我刚刚好像没看到降落，好像托托应该是来玩，对不对？不是子奈先生，我们托托这么单纯这么可爱的3期生，我们不可以污染他什么奇怪的派对，对不对？对，我们是在讲一个东海岸的一个很健康的派对，对，再唱一首了，展现自己的精明干练吗？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有精明干练吗？我很精明干练，托托，你不要相信这群哥哥们，他们很坏。他们都在欺负我，叫托托猪猪开始就好来玩的吧。好，谢谢托托，为了你，咱会当歌唱一条歌，我看买要唱啥会。对不起，我觉得好。既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么奔放的东海岸了，既然我们上次都已经把我们这个东海岸的组长，不是我在讲什么，我的主推 Mason 的歌都已经唱了一轮了，那我们这一次烈酒女团的第2位成员的阿令也出现了，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公主的歌还没出来？来，我们就把公主的歌开出来，我们将烈酒女团成立了，我们的自由奔放有了，圆满了。今天这个下午，我们就在东海岸喝着我们的小米饮料。想听猪猪专辑的歌，猪猪永远是最精明干练的。谢谢 FK 路上，谢谢你们，谢。专辑的部分也麻烦大家再继续支持哦。我们现在预购中，然后一路到5月20号以后呢，我们就会恢复到原来的价位了。好，我们的精装版金价是消喝快，你们一定，我真的说你们很有品味。你们看到1520就知道这个比较便宜，该买。520太贵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精装版是卖的真的比较好。我们怎么办？我们精装版还差52张才会达标。猪猪要把我第二样很怕的食物供出来，哇，怎么办？伤脑筋啊，应该是供不出来了。我们还差52张精装版的量哦，好不好？谢谢 FKL 桑。我们的专辑，请大家持续支持，我们也会持续推，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烈酒女团的第3位成员的我们的大爱玲公主的歌唱完之后，最后我们就用我们专辑的其中一首歌来收尾吧，很棒。然后要不是拍谁，
从头到尾就是我机敏干练那个把那个草字都剪掉88宿，工商没开麦，对，如此机敏干练，谢谢。这位是 HO 先生安安，一直讲东海岸，一直在想起海洋海洋，真的非常的海岸，真的非常的海洋。谢谢我们切开来是黑的人夫。为什么你有这个称号？好奇怪。我们的掌管送出了一个汇集，非常的感谢。塞多少钱给 FKL， 让他安装？我没有塞钱，我没有塞钱给那个 FKL 上让他安装，没有这种东西的。我非常的单纯善良，人畜无害，是不是？对，因为5大于1，所以大家普遍支持我们1520的精装版，也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有迹可循的，因为1就是比较便宜，不是吗？好了，我精明干练，我就精明干练，怎样咬我啊？就丢一个看看，长官是卡蛋这样子。哦，新少林，你喝啊怕你喝吧？好啦，我们感谢偷偷来到蜘蛛频道，那我们就把我们烈酒女团的第3位成员的这首歌，不想听见的歌，献给大家。执着适合不适合去做选择，好多情感的原则，无关爱着，承认时间更像智者，会为我们挑选出缘分，纠缠一生。一开始总是天真，相信永恒，爱到心冷都别路人，遇怪谁能先开口的成了圣人，有多少不爱的人还在不坦诚，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要认真，谁没有思念里来着，纠缠着，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回想你给的深刻，这旋律是你的合唱，陪我一程，去把灵魂慢慢校正。一开始总是天真，相信永恒，爱到信任都变路人，去怪谁能先开口的成了圣人，有多少不爱的人还在不坦诚，不再为你哭了，不再交付快乐，勇敢听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要认真，谁没有思念里来着，纠缠着。
脚步快乐，勇敢听着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要认真，谁没有思念你来着，纠缠着，不再为你哭了，不再脚步快乐，勇敢听着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回想你给的深刻，这旋律是你的复仇，给我一程翅膀灵魂慢慢交织。起码给我一成什么东西，打麻将胡了一成本，老婆全部拿去。不想听真的歌，来自我们东海岸公主戴爱玲，然后跨年带了12颗葡萄求脱单，公主真的好可爱哦。来，不想听真的歌，好，我们成就了，就是我们烈酒女团在东海岸，好都出现了，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时间来到的4:03分，最后一首歌就是咱这摆咱调味专辑的其中一首歌。讲真实啦，会当发行这张专辑，我真正是足幸福的，真正是无想到这个甜啊，哪有可能发这个专辑？不好意思，偷偷我在可能配信里面时不时会穿插一些台语，你不要吓到。这是猪很喜欢研究台语，谢谢你不嫌弃，也谢谢你来到猪猪的频道啊。所以我头拄讲伫倒位啊，歹势，我要记啊。这张专辑不管未来会有什么款的成绩，好，这张专辑不管以后有什么样的成绩，对我来讲已经是就不可能的一个记录，嘿，对我而言已经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记录了。对，所以也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珍爱、珍视的这张专辑的任何一首歌，谢谢你们。有时候打麻将赢的钱就放在钢弹的盒子里，此奈生生，这才是太悲伤了。然后小牛奶，你刚刚已经重复了这样子的一个什么确诊50次，这是你固定的打招呼标语吗？好，不管，总之 anyway， 来，我知名干练，所有来，我们来挑一首我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献给大家，献给一路走来陪伴猪猪频道的你们，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或者这张专辑非常多的乐手、合作伙伴、音乐老师们，来不及感谢的大家，还有我们的调皮阿公，今嘛伫咧咱现场吼，咱调皮阿公 double 老师，最危险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人夫都很懂。咱跟几首歌，老师，你跟多几条歌，你跟好啊？你来跟好不？老师，你帮我们选一首歌，我们今天歌会献给大家，献给这张团队的你们，还有珍惜这张专辑的大家。老师给你选，我现在先把我们的那个卡拉 OK 伴奏先开出来先。好，我们先把伴奏开出来，然后让我们调皮阿公在线上直接来选一下，我们要唱哪一首？我看一下，来调皮阿公，咱 double 老师来敬，好你敬，拢来敬，好你敬哦。选这个字啊，好难念哦，敬好你敬一个好不？我看一下，double老师你敢有滴诶？你若是无滴，我家己敬哦。哦，好，刚刚我们长官的汇集吗？好像杀到了交通频道先生，是不是？好哦，老师你来敬，你若是不爱敬，我家己敬哦。对，我们 double 精选，我们 double 老师来，我们今天歌会的最后，
我们在这个美好的东海岸，我们在这个非常单纯的人夫派对，我们以最后一首歌，我们 DOV 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啊，不是最后一首歌啦，我们 DOV 专辑的其中一首歌献给大家。然后这个时阵呢，大宝老师好亲像无听到，伊规个人凶凶就无去咯。好啦，无我家己敬就好啊，我家己敬好啊。老师，大宝老师1次，大宝老师2次，大宝老师3次。好，伊应该是去变数啊，我家己敬。老师应该吼，等一下，什么叫讲起来好像很不单纯？我觉得超纯的他啊！我这边合家观赏哪一天不纯的，对不对？也谢谢破心苗老师送出一个会籍，谢谢。大宝老师最危险的地方，原来是这样，最危险的地方被抄到了。好，我自己选。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阵哦，咱这条专辑其中一条歌，我选好难选哦。其实每一首歌对我们而言，真的耶，每一首歌对我们而言，其实真的都好难选哦。好，就选这条好啊。来，既然咱大宝老师今晚无在现场，我就家己选。好，我们今天在这个东海岸，既然大家都这么的悲伤，我们就悲伤到底吧。既然大家今天都怀抱着讲干话、悲伤的情绪，那不如我们就顺着大家的悲伤。专辑里面的紫，让大家更加的悲伤，谢谢。犹原是满山的寒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到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红唇相探。一小灯头藏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有讲详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试白。花莲去，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双手相挽，一小灯头藏掉伫旧梦中流芳。对你真歹势，今仔我已经无机会，用
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嗟。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消失。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晓得爱停，恐惊等后世纪，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亲爱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长存的心意，心意。连去，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zan记，已经过千万年，额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怨的歌词，刷到最来刷的回音。我的爱情。袂搁散去。谢谢大家。既然您各位人夫今天来到了东海岸，把你们的悲伤全部都倾泻于此，想倾泻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可以的，倾泻出来吧，我们就悲伤到底。最后这一首专辑里面的紫鸡血，好，紫色的紫，献给大家。今天来到了礼拜五，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嘿，紫，对，紫色紫，对，紫奈先生，下次我再念错你的名字，我就是猪。下次我再念错你名字，你只好改名了，谢谢。谢谢大家的打 call， 谢谢 FKL 先生，谢谢。这张专辑我们真的倾注了全心全意在制作，虽然每次就是都会觉得完蛋了，这张专辑以后如果真的还有机会，还有单曲，我有机会再生出一些什么，生出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创作来做突破吗？最怕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突破。对，我本来就是低吼，本来就是吼，本来就是最怕没有机会突破。但是我每次当我在这么烦恼的时候，不知不觉好像又生出了些什么东西，就跟我的高阶会员回馈一样，我每个月都觉得靠我没心梗了，但是为什么我下个月又生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料理？好奇怪哦。对啊，就跟大家说的一样，就是我也会担心这张专辑之后，我自己还有办法再创作出更棒的东西吗？我自己如果试着去创作的话，有办法做一个突破跟超越吗？我觉得这个心情就像我前2天在跟大家分享的，我在第1届金笔奖有入围但是没有被选上的当下，其实我心情也是很慌张，我心情是无所适从，对不起，无所适从有卷舌我在研究台语之后，我的国语整个毁掉了。我心情非常的无所适从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
我已经献出了，我已经献祭了所有的一些点子，所有的企划了，我还剩下什么？我还有什么的可以突破的？我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1年过后，好像又生出了些什么东西，然后还有资格入围、资格领奖，也是我自己没想到的。就是当你觉得什么都没了、没梗了，但是当你紧紧的去依靠台湾文化，你生长在这片土地，你会发现你会有源源不绝的东西，你那个很担心突破不了的东西，它其实一直都在，因为你在这片土地，它滋润你，你根本不可能生不出来。只要用心去观察，一定还有什么东西生得出来啦。这是我在这4年多，然后经营这个这么本土的这一块，我真的觉得它是源源不绝的东西跟养分跟精华。对对，葡萄干在纸条为什么水母先生都会被一些很奇怪的梗炸出来？谢谢，太好听了吗？谢谢。这边一堆人夫最擅长啊，对，怎么办？我们这边真的好多人夫哦，太香了。台积电外包商先生，林家平先生您好，安安，欢迎来到朱迪卡的频道，我叫做迪卡，真欢喜今仔日会当看到你。对，我们这个家平先生吗？家平先生，您的这个形象照真的非常非常的形象，对。然后台积电外包商的这个身份，您也辛苦了，您不会也是我们众多人夫之中的其中一位人夫吧？我们今天频道迎来非常多的人夫，原来阿玲的歌可以唤起这么多人夫孔子的一些共鸣。说过曾经地卡难为水，除却猪猪不是云，相信猪猪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哦，谢谢 FK 了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也希望自己不要辜负大家，不管是我们高阶会员每个月的赞助的支持，或者是各位的抖内我都觉得我希望可以把它做到很好很好再更好。我觉得我跟大宝老师都是这样子就是不断的榨干自己，然后把这些钱用到最高的效益，然后自己就干掉了，然后自己就自己就升天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会把第1张专辑的经验变成我的养分，然后未来有机会的话自己学着填词看看，也是我接下来的目标。然后就像我刚刚在开台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我觉得音乐是柔软的，语言也是所以我先把这个硬邦邦的这个台语的能力这些检定把它考起来，我把这些硬邦邦的东西考起来，提升我自己硬邦邦的这个硬实力之后，我再把它变得柔软，我再把它变得更加的属于我自己家乡想表达的那一块。因为我家乡想表达的那一块跟台语一样，很美，也很柔软，也非常的在地，非常的草根。对，来补充子吧，对，你各位都要补充锌跟子，好不好？很重要也谢谢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歌会，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或者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打气的这个算是这个条状的，你如果觉得不舒服，把它补满也是会很开心啦。朱迪卡万分感谢，或者是本频道的高阶会员料理，算是本频道的招牌之一啦。不嫌弃的话，高阶会员欢迎您各位的加入每个月都有非常尊爵不凡的神奇料理寄到您府上，或者是店到店，好不好？对，本频道的这个算是高阶会员料理，也真的支撑了频道非常非常久的时光。真没想到大家相爱相杀，我们真的相爱相杀好多不一样的原创料理，连我自己都觉得画了发，我们到底在干嘛？给大家看一下我最爱的芋头，这是我用汤匙一圈一圈的烙出了芋头玫瑰花，我烙出了105颗玫瑰花，我的手要烂掉了我的手要烂掉了，但是我烙的超开心对啊，我烙的超开心。不是葡萄干就不需要了葡萄干 結構です，葡萄瓜不需要就是以后开餐厅一定要去吃吗？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把各方面的在这条路上就不要浪费各式各样的一些经验嘛。对，就我的高区会员都知道，就是说猪猪在这部分其实很
很保护大家吼，所以不管是消费者的一些什么产品责任险啊，或者食品登记这部分，其实就已经都很早就做好准备了。对，那总之我是觉得啦，就是大家这么支持猪猪频道，我也尽可能的就是让大家更有保障的状况下继续经营下去。至于未来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就是真的开一间自己的烘焙坊或餐厅，在那之前，反正把任何这部分的知识啊，或者是自己的手艺做精进，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就代表我也准备好了。可是目前好像也没有那个时间，时间没搞咯，时间没搞咯。对，所以让大家批判起来，我们的高阶会议料理非常非常的多元哦。好，客制蛋糕的部分，如果您刚好生日快到了，我们客制蛋糕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那么在5月生日季以后呢，我有好多蛋糕要还呐，我有好多蛋糕要做偿还哦，偿还各位的蛋糕啦，哦，要做偿还了，哦，好多蛋糕要一一的还回去了。对，因为我们的高阶会员的一些什么蛋糕插卡或者我们的蜂蜡章都已经一并做更新了，就代表我后面很多蛋糕，我希望都可以用上这些的素材，这样子。切开是葡萄干吗？我这个月自己的要做给自己的惊吓蛋糕，上面就会布满葡萄干，绝对不需要切开，就非常的一目了然，好不好？很保护大家，我没有叫你们囤积，我要用你们的魔法对付你们。反正你们都在囤积我的高阶会员料理了，你们就小心哪一天不要接到你们尊爵不凡的，就是业务翁姐的电话之外，我还要囤积葡萄干，我不管。在开启那个12000的有境轮盘之前，那个葡萄干老娘是绝对不会再主动把它拿起来吃，别想。好啦，我们来找一下降落地点，好不好？我们来找一下降落地点。现在这时间呢，我多一个水宝在开台咧，精明的开台大圣王线顶降价，明仔再接过来。大家搞早，而且啊，可喜可贺的是，我们诺诺很像，我看一下，我们诺诺是毕业了，我们可爱的诺诺也是毕业嘞，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我看一下我们诺诺啊，我们诺还没毕业，对，我们诺诺知道这个月。上个月毕业的是柚子跟彩彩啦，对，柚子跟彩彩我们都国在帽子，我们就期待一下你们不要有延毕的机会，你们就乖乖的不要皮。对，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延毕的话，你们就给我尽量皮啊，就给我皮下去就对了哈。我们去找诺诺玩，去找可爱的诺诺玩，跟我一样精明干练的诺诺，好不好？猪蹄印，我可以不要囤积吗？主要开店真的会赚不到钱，因为你也知道，恰恰，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太真材实料了，根本赚不到钱，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啊，因为很真材实料，所以你们高阶会员回馈真的是有加有赚哦。对，是不是？我们高阶会员回馈真的大家粘性很强不嫌弃的话，你们也可以选择5月开始粘过来哦，好不好？什么叫真材实料？对，什么叫做把你们喂到饱？对，加入高阶会员就知道咯。我这干在什么？太神了吗？第一层面板会是哪个毕业？不是啦，不是，我讲的并不是那个毕业，我说的是我们高阶会员料理毕业哦。对，彩彩，我是认为他maybe 暂时现在是毕业搞不好就真的是从5月开始永久毕业啦，这我不知道讲毕业听起来去其他频道发葡萄干。好，我忘记诺诺怕不怕葡萄干了，反正就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发过去哦，发过去。好，各位人夫，我们今天在东海岸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人夫派对。对，我们这人夫派对后面就是一直都是括号纯，你们知道很纯的人夫派对，好不好？对，我们真的没有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东海岸完成了我们的天生歌姬阿令歌回 AKA 我们的人夫派对。没想到阿令的歌真的是引起了这么多人夫的共鸣，好不好？感谢您各位尊爵不凡的人夫。我们各位人夫哥哥们，我们现在要降落到我们可爱的诺诺妹妹那边去了，不要吓到她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ルナ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就要降落到我们诺诺妹妹的边的，我们要降落伫咧咱诺诺妹妹的边的，大家爱乖，好好的安全带好不好？
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基本上就是我们高阶会员回馈的制作周。好，那表单请容许朱迪卡这2天发给你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我们的人夫俱乐部以及我们的高阶会员，期待你们的加入。谢谢大家。人夫派对，对，没想到真的爆出了这么多人夫，太棒了，我好欣慰。谢谢你们，我超谢谢你们大家，下礼拜见喽，大家拜拜。